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，到昨昏14就已经满100天啊。昨昏以色列的战车是集中火力攻击加沙南部甲中部。哈马斯讲以色列人质的运命其实是掌握伫咧以色列的手头，不过可能有袂少人已经死亡啊。 自黎巴嫩发射一粒反坦克导弹，射到以色列北部边境附近一号病体，有人死亡。哈马斯公布一支影片，甲说明讲，这是以哈冲突第100天，向以色列城市阿什杜德发射火箭弹。 用这波新的攻击，点起因犹原有火箭战力。影片内面写着，阿什杜德正好炮火攻击，所落来会更较多。以色列是将火力拢集中伫咧加沙的南部甲中部。 冲突是集中伫咧加沙走廊的南部干尤尼斯，有一寡所在也阁发生激烈的枪战。哈马斯讲，因伫咧加沙中部本来只甲马加奇攻击以色列的战车，以色列军方讲，哈马斯有真侪战士被拍死。哈马斯卡萨姆旅发言人乌贝达则是表示，自去年10月初7，互人掠去到即卖真侪以色列人质的命运，就看以色列安怎做。 以色列特拉维夫有真侪人质的家属要求政府甲人带带。 It's enough. Let's bring them home. 100 days too many. Let's not get to 101. 以色列军方讲已经拍死差不多9000个巴勒斯坦战士，以色列方面是有189位士兵死亡。加沙卫生部门讲，自冲突以来死亡人数要到24000人。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对因的战士去年10月初7对以色列攻击表示懊恼，强调不是要求战争，是要争取自由。加沙网络未通已经第3天啊，和吉兰救助更加困难。 以色列军方讲，战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，领土难平会是重点。遐差不多有200万人正秘伫咧布棚甲临时庇护所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